开掌纹，看不清未来，星辰白做命盘乱了牌。他说我走在设定之外，连语言都失去依赖。生辰八字写得太整齐，却解不出我这条轨迹。一步踏错世界，却重启。我不是错，是例外成立。算命先生周期没说这一生无法归类，命书翻到最后一页，却找不到我的注解。我的命破格，不照剧本或者天给的规则，我偏要改写选择。如果命运失控，那就由我掌控。既然算不准，就让世界重新认得我。别人这指定方向，我却偏离所有想象。越是质疑，越想证明我不是迷路，是在导航。失败被说成是警告，偏偏我成了宣告。当你以为我会跌倒，我却站在新的坐标。他再一次看着我，语气变得很沉默，只说一句：你的运势已经不在分中。我的命破格，无法被定夺，命盘只画我，还有心跳在燃烧。如果世界要我服从，我偏要往前冲。不被语言定义的人，才是真正自由。如果规则是用来打破，那我就是那道裂缝，在黑夜里点亮一种连形象都无法计算的光。我的命破格，不向谁低头，命运是这是我最骄傲的证明。就算未来没有模板，我也能活成答案。当算命的人和上述说你算不准，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赢了。命数燃烧，我继续走，这一生只听我自己说。